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陆成就是这个死法，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。有的时候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救护车应该到了，见到寇主任，替我带个好。 刘啊，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。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，怎么突然？陆秘书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再说他。 喂，大洋，我是白慧，你快来一下，和专家谈。白慧，媳妇到底怎么了？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？他没事，我有事。你怎么了？我想你留下来，永远陪着我。啊？白慧，你干什么？白慧，你要干什么？ 我会保护你的。厉先生，跑得挺快啊！这么巧啊，丁公安，盯你很久了。走吧，换个地方聊聊。用五线谱来当密码，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是啊，局长，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。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，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。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。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，会弹钢琴。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那些医疗器械、手术刀，绝对脱不了干系。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，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报告，将军。张姐，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，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巴比妥端盐成分，及颈后还发现了针眼。
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。顺着这个线索查。是。钛合金成功，已成功将鹿拿下，钛合金到手。局长，我这个是蚯蚓殉职，飞狐无恙。显然，陆程是被拉下水的。以陆城的出身，又有韩厂长看着，想把他拉下水啊，没这么容易。只有白慧。白慧这个五线谱上，我只能破译出来2个字：数据。数据？什么数据？密封舱的实验数据，可是都在楚公的保险柜里。护士，同志你好，患者中毒，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，他快不行了。快放心，一个命人。队长，这有新发现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：白慧，钛，哦，应该是钛合金，白慧设计图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封举报信。2项印证可以确定，白慧正是利用陆程对他的感情，让陆程犯错。所以，蚯蚓是武瑞，飞狐就是白慧。说的没错。那这样就能解释了。上次木工车间着火，红梅差点出事，咱们都在救火，就是给陆程留出偷图纸的时间。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，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。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，进入实验舱，制造一系列的问题。武瑞、白慧、陆程，整个证据链都连上。我命令，立刻抓捕白慧。是。啊，葛主任，白慧在哪？你们先去忙。什么？白慧服毒自杀了？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，白慧承受不了。谁送他走的？张玲护士。好，谢谢葛主任。规定自杀。可我刚听珊珊说，她刚才还跟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楚公检查身体来着。什么？队长，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。长生，跟上。是。童斌，跟我走。长生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找楚公，你去专家楼。好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这路不好走，我车给翻了，麻烦您给帮个忙，搭把手，把这个车给扶一下，行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到后边我给你搭把手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姐姐，别怪妹妹，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来时我们再做姐妹搏。
什么？白慧有问题啊？是。您快看看，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？啊，快说，快！主公还在。打开看看。这不是主公的相机啊！拿来我看看。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！糟了，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边啊！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1代吧？观察的还挺仔细啊。地球镇。红梅，红梅，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，去了场医院。队长，喂，什么？局长，怎么了？楚宫装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，季丹阳被特务白慧绑架了，一定要走吗？不暴露了，继续留下来只会牵连你们。飞虎拿到了数据，足以毁太覆灭。只可惜，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寇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，找机会刺杀楚怀秋。小雨，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相信唐国，我们一定能够放过他。你醒了。看看这里，还熟悉吗？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。三条峡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还记得那次日出吗？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，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、关心我、帮助我。是你的光，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。谢谢你，丹阳。我想留住那束光。我想带你去台湾。去台湾？那我宁愿死。我不会让你死，我会保护你，像从前一样。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？人生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。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。
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，它是一条不归路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最后悔的，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1。是你干的。对不起，太阳，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，但是请你相信，除此之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白慧，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老实点，别动啊！季专家，你怎么听人说外话呢？啊！你放开他！你敢碰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接受你对我的恨，但是你记住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面对你，我都是那个白慧。看住他。是。红梅，你3人一组，立刻去白明翰家，见到白慧立刻抓捕。是。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，这是管制药物，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。就算白慧是凶手，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，除非有人给他。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局长，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，鞋码是36码。这样看的话，范围就小很多了。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，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，女性。报告。张局，我一直盯着地球神，结果被他发现，让他给跑了。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。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吗？白大夫，白大夫，保密局行动2科副科长，白大夫果真是特务，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没这么简单。那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？3跳峡。藤斌，把这些带回去，立刻交给队长。是。长生，我们现在就去3跳峡。是。爸爸。拿了我的药丸，让我到这儿来，怎么回事？我想带你一起走。去哪儿啊？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，孩子？你疯了？爸爸，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，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？李小慧，为什么？孩子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？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告诉爸爸！爸，我妹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？
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4年中，信口那个家伙，还是把你带走了？是。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，在我流浪街头，差点没命的时候，是寇老师救了我。提高速度！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，连他一个寇雪松都顶不上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。你是养育之恩，他是救命之恩，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。我答应你，等到了台湾，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不跟你去台湾，我不去台湾。我不需要你养我，孩子。你不知道真相，你太不了解他们了。我告诉你，寇雪松，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，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啊！不是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！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，但是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想保护我，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。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，不，他是军统的人，是共产党杀了他。不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真相。你父亲才是打鬼子的英雄，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，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！我记得，在他临死之前，曾经再三的叮嘱我，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你，他的宝贝女儿，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看好，养大成人，让你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，这个是真相啊，小慧，知道吗？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爸爸，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，我回不了头了。你做到了你的承诺，所以我感恩你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等到了台湾，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，爸，你跟我一起走好吗？求你了，爸爸。小慧，你真是死心塌地，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？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？爸，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，担惊受怕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在南山少年班，我吃了很多苦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，我要成为全班第1名。我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。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，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，孩子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爸，你阻止不了我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小慧，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？你是鬼枭啊！鬼枭死了！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？红梅姐一直在怀疑你，你藏不住的。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，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？
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？跟我回去啊！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。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更不允许你走，我们都不走。好，爸，你一定要回去的话，我与其看着你去死，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。爸，跟我走！我不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小慧，爸，把药丸放下！爸，你跟我走。听爸爸的，别干傻事。你跟我走，还是我死在你面前？小慧，你自己选。你别逼爸爸，啊！别站住！站住！白叔，季专家，小慧，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！我在乎的人，我都要带走。爸，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。小慧，听爸爸的话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走，带着季专家，我们一起走。白大夫，白大夫，李秋晨，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？李秋晨，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。记着，我叫林然海，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，都给我放老实点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小慧，林然海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。这是主公的响器。白慧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。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，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。杀了我！这现在就杀了我！老实点！现在就杀了我！老实点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，非常有价值。这是老庞的笔记。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灰楼里的被捕人员，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。白明翰就是韦骁。局长，也就是说，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，但却在帮我们工作。至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。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，难道他是故意的？看信上的时间呢，应该是老庞暴露了，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，屠杀了烈士，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，应该是跟我们一样，为了寻找幕后真凶。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？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，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出逃。我命令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地带回来。是。红梅，田真，白大夫走得很近，箭头指向那边。追！当军，红梅和徐长生他们一直未归，应当是有新的发现。东山的范围太大了。陈东升带了多少人100人。100人，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。他们从东山走，能去哪儿？他们一路往南，应该是经云南出境。他们走得越远，我们就越难。组织民兵、山区百姓进行搜索，建立封锁线，一定要把他们堵在龙门。是。小心！
这边。明天的火车票，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。可是现在，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，万一丢失了，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白慧居然是特务，知人知面，不知心。这隐藏的也太深了，真不可思议。楚公，您不用太着急，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，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。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，您可以带走。请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。哎呀，那张雪，那就拜托了。9年前，这个洞里呀，曾经藏过一群败兵，当时死了不少人，也有不少冤魂。从此以后，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。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？白大夫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说这些没用的。那鬼有什么可怕的？再说了，真有鬼的话，我还真想见你。哎，谁？你小子说谁是鬼？别！独克东来夏日长。贵庄从此一生光。林队长，别来无恙啊！都是自己人，动什么刀啊？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嘿，自己人，我也行了，别动了，看见后边又一个鬼。四毛，他是接应我们的人。魁首木森，辛苦了。人齐了。林队长，怎么带着个俘虏啊？还带着个瘸子，不怕被公安追上？瘸子也是你叫的？他是飞虎。放尊重点，他是鬼枭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我要带的人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，敢对他们不敬，我杀了你。林队长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。介意不说。小明，到这边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队长，上面。是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。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仔细搜。是。跟我来。好。那边四周散开了啊。好。是。都散开。好。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有心盯着我呢？哪盯着你？不是陪你待会儿吗？是。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？这我哪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在商量啊，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。是我们的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对，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。
报告。耶。本月，穆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？穆森会在接应点等林队长3天，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卢屯的路上。主任，穆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，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。明日？那今晚这安全吗？放心吧，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路，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。我们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，不能让公堂赶在咱们前面去。明天4点我们就走。电台呢？藏在渡口那儿，这离渡口有30里路。我看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，都做掉算了。飞狐是寇主任的爱将，另一个叫季丹阳，他了解水利工程的全部。这2个人怎么杀？看来那个老周和那个满脸不忿的，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了。大家别放松啊，仔细看看。是。你们去那边看看。啊。是。剩下人跟我来。好。白大夫，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？来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不是，这么点你够谁吃啊？就没给你带份儿，爱吃不吃。不是没带我份儿。行了，没有枪，没有资格就跟人家争。吃完了。谢谢啊。我现在我这个自己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。北辉，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，收手吧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，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。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。我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活着，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。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，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的那个白辉依然还在。相信我，庞红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，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
队长，这东山这么大，咱们就这点人，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！别抱怨了，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头。现在事态紧急，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。队长，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沿路，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。那样最好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，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。继续搜。是。现在发现了吧？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咱们是做鱼的。你别挑拨离间啊！凭我理解，听我说，从这地方出去，就是桃花涧的渡口。那渡口我去过，就一条船，那船呢，最多也就装4到5个人。一路啊，不可能那么缺钱的。缺钱？不缺钱，他们怎么不带雪狼走啊？雪狼都不行，你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咱们2个加起来，敌不过那一个机转将。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？这是你看，山洞里潮湿阴冷，驱寒丸是一个有好处的。要不明天早上你一起来，你整个身体就完了。你来一个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？好死就别吃，你敢吃吗？不会害你的。等等。咱俩换一下。哟，他比你鬼多了。白大夫，金正家。你是宝贝啊，你可不能病了。白大夫，白慧是你女儿，你劝劝她，不要再让她执迷不悟了。小慧，小慧，你还是我女儿吗？啊？还有我这个爸爸吗？看见了吗？他还听我的吗？丹阳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爸爸的代号叫鬼枭。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？是，爸爸承认。但是孩子，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，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。爸爸只想带着你，踏踏实实的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，让你走个正路，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。谁知道了，世上很多事情是不能碰的，沾上了，这辈子就甩不掉了。但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。是。但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他不想杀你的，把你扔下来的地方，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。多睡会儿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小慧，想没想过，
爸爸这一睡，这再也醒不来了。啊？不会的，我在呢。爸爸老了，对死无所谓的，但是爸爸很担心呢，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，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，但是你转不过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，爸爸不在你身边了，啊？爸，你别劝我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走出去，才有新天地，留下都是死。你在这儿去不了。我告诉你，不但你走不了，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。我必须带他走，知道吗？季专家对卢门有多重要啊！卢门离不开他，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。我只是想活着。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？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！你不相信，还给季专家。别逼我。你可以不听，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无义呀。山东李朝这个要吃了啊！李专家，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扶伤的白明海还是特务给枭？吃了吧，我爸不会害你的。大姐，大姐，这部那边还没有消息回来。给邻县所有的分局打电话，建立第2道封锁线。是。想活命？什么意思？要去台湾？手上不攥着功劳，你敢去吗？去了，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得反。对党国来说，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着。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这筹码，就是那个相机。他们手上有枪，敢一动刀就找死。哎呀，你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，你现在还怕吗？当断则断，再不动手，等他们先下了手，咱们2个就会被挨个解决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还立啥子功啊？啥都来不及了。哎，大脑袋，出去值夜去。笑谁大脑袋呢？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，赶紧滚出去守着。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行，去就去。我也不会好好说话啊！我也去吧。我年纪大了，教授，我去陪他。白大夫，既然年纪大了，就在洞里边烤烤火吧。我吃药了，能撑得住。我让你坐下。
老于，老于，动手！白明翰，你果然想反了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小辉，到了渡口，就那条小船，只能载4个人。到时候谁会被扔下来，你心里不清楚啊？你是这么想的吗？飞虎，没有穆森，咱们谁都不想出境。老家伙，瞒不过你。把手机交出来！别给他，别干傻事。行了，都别内讧了。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，这个地方待不了了，我们赶紧撤。快，枪声就在前面。走，走。16四毛，看来刚死不久。是个生面孔。还没走远。追，走。林队长，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，要当心共党的埋伏，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，得分开走。飞虎，老爷子对山里熟，我跟着他，你跟穆森带着季专家，我们分开走。相机给我。季专家是活资料。你带着他，我带着相机，有问题吗？我爸和季专家跟着我走，我们渡口见。我是长官，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。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季专家的命，他们一个都不能少，必须在我身边。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不是在商量什么呢？离出京还有很远的路，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。行，听你的，我们跟着。爸，走吧。
看到了吧？王崖口啊，坡度大，路又窄，都要小心了，啊！爸，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？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！会，很快就要到渡口了，到了渡口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，知道吗？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。林队长，那个冯老头子不是一条心，那个冯老先生他爸想让季专家也不能留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找机会把他们干掉，我们带着季专家走。你把我带到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数据。话别说的那么绝对，人是会变的。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。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解你。你糊涂了吧？你抢相机干什么？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女儿吗？女儿，对不起你。你放开他！是我爸老糊涂了，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再相信你最后一回。
走啊！你们走吧，我不走了。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，或者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，一了百了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来呀！走啊！杀了我！说，怎么样你才能走？解开。白大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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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庞公安，白大夫，怎么回事？庞公安，他们都在上面，季专家也在他们手上。我能做的，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。庞公安，我一直在找雪狼，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。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，并秘密发展我为党的情报人员。由于他突然牺牲，我的身份，已无人作证，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，才能表明身份，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。快，桃花涧那个渡口，枪在他们前头。白大夫，快！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红梅，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红梅，白大夫，红梅，白大夫，红梅，白大夫。
程生，红梅呢？红梅去追特务了，他们去了桃花涧，那儿有个渡口，他们想乘船逃跑。对了，队长，这是相机，白明翰帮我们抢回来的。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。好，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，交给楚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丁杰统兵到，我们急行军。是，马上去桃花涧。走，队长，哎。我去找电台，给寇主任发电报。只有死人才可以知道，我是雪狼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计划能得逞吧？大不了就是个死。是，大不了是个死。白大夫用命都没有挽回你，你还真是冷血啊！别再跟我提我父亲。你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，为了你拼命，为了你送命，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我说过不要再提我父亲，是他救了你的命。如果你还懂得一丝感恩的话，就老实跟我走。娇姐不在相机里，对吧？所有人拼了命了围了相机转，而你却在演戏。焦姐在你身上吗？没错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更要跟我走。开枪！开枪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对不会让你带焦简走。白慧。红梅，小心！
红梅，快走，不要动！飞虎，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啊！胶卷给我。林仁海，你要是敢伤他半根毫毛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少废话，胶卷给我！把枪放下！试试看。啊！林仁海，来！胶卷给我。胶卷在这儿，你放开他。扔过来。你放开他。扔过来。白慧。站住！白慧，你别逼我！是你们在逼我。丹阳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没。把胶卷给我，我不为难你，我可以自己走。白慧，我曾经说过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。之前在香港是这样，今天也是如此。不信你就试试。傻子，好好活着。白慧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来卢门？为什么？红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能拥有你们的人生，该多好啊！
报告！报告局长，前方消息，唐红梅救回计专家，击毙敌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长海，也就是李秋晨。敌的行动彻底失败。红梅好样的，大家辛苦了。经调查，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，而且鞋码是36码的，只有一个人。陈队长，葛主任，看来他们忘了告诉你，张局陪同楚公，已经带着数据胶卷前往火车站了。啊，我们该叫你葛云呢，还是周云，或者直接叫雪狼？陈队长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好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在49年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了2311厂，也就是仪器厂，是林然海安排的吧？啊，对了，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。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。是你害死了许长生，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！当心！放手！爸爸，女儿终于抓到了雪狼，水滴工程也胜利了。爸爸，你一定很欣慰吧？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，愧对党国，请秘书长责罚。雪松啊，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。你退下来也好，有时间多陪我打打猎啊。是，秘书长。主任，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，等他们正式建造潜艇的时候，我们仍有机会。磐石俱碎，水滴石穿，反攻大陆。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罢了。这些雨滴
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那个雨夜。是啊，让我和你这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。什么数学家？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。哪道题？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。那正确答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。弯弓征战做男儿，梦里曾经雨花梅。如果我身边没有你这位花木兰，我不会站在这儿。我们与最终的胜利还有多远？走过这一步，胜利就在眼前。1970年12月26日，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。1974年8月1日，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。1988年9月，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。